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個案，87歲老翁肩胛骨上角疼痛，令到佢無法安睡。去求醫係腫瘤轉移，令到佢疼痛難忍，夜晚加劇。老翁拒絕做手術，向中醫求醫，採用湯劑同埋針灸止痛。老翁發覺針灸之後疼痛加劇，拒絕針灸。舊年8月，我見到老翁發覺肩胛骨係有個腫瘤，係潰瘍。到咗12月，見到老翁，佢同我講：如果你細力咁樣幫我按，我應該會好舒服。我一聽就知道呢個係喜愛。當時送咗一個中藥包俾佢翻去熱敷，幾日之後呢個腫瘤消失。但係疼痛嘅問題，老翁分唔清楚到底係推拿引起嘅疼痛，而係腫瘤引起嘅疼痛。到咗上個月4月21號，我再次見到老翁，老翁對我講：如果我唔係肩胛骨嘅疼痛，我應該係一個好人。我再次檢查，發覺呢個疼痛舊年12月消失到現在已經唔存在。跟住老翁指住肩胛骨下角呢度，成日話嗰度會引起佢嘅疼痛。我檢查之後發覺喺佢嘅上邊肛下肌、肩胛下肌同埋背闊肌處理之後，疼痛完全消失。呢一個個案，我想同大家講，我哋嘅治療唔好擺喺一個點上邊，應該放眼我哋嘅視野。今日我主要想同大家介紹疼痛嘅病因：一係筋膜、肌肉同筋膜帶嚟嘅疼痛；二係關節；三係神經；四係情緒；五係內在因素。你記得嗎？冇評估就冇治療。跟住落嚟嘅課程，我會同大家仔細嘅講疼痛嘅評估。但係唔知各位中意我講普通話呢，亦係廣東話？你哋嘅建議，請你幫我打喺評論區。多謝你嘅關注。